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ason 陳奕迅。今年咧，我好開心可以成為奧比斯嘅光明大使，可以嚟到印度同呢7名小朋友全接觸。原來呢度係有250萬個小朋友，唔係用雙眼睇嘢，而係用雙手去認識呢個世界。喺3歲至5歲嘅小朋友裏面咧，每20個就會有1個患上眼疾。為咗幫助佢哋，奧比斯喺城市興建眼科中心，喺農村義診，用盡辦法幫啲有需要嘅小朋友。Hello， 呢位咧就係 Rohan， 咁佢今年7歲咧，佢就有白內障，隻右眼嗰度。佢本來有機會可以係用佢雙眼去感受呢間屋企嘅色彩，但係佢好不幸，亦都因為太遲去就醫，所以仍然雙目失明。我唔想再見到呢啲事發生。支持奧比斯，幫多啲失明嘅小朋友接觸世界。